仲用緊 Telnet 遠程管理，你嘅密碼隨時俾人睇清睇楚啊！所以我哋要用 SSH 行 port 22，所有數據都會加密傳輸，非常安全。設置 SSH 總共有5步。第一，幫交換機改個名，例如 hostname switch 1。第二步，設定域名，輸入 IP domain name network 101.com 就搞掂。第三步最關鍵，生成 RSA 加密密鑼，記住要揀2048位元啊。第四，創建管理員帳號同密碼 username admin。Secret password 123。第五步，進入 VTY 線路配置，打 line VTY 015之後，設定 transport input SSH 同 login local，限制只可以用 SSH 登入。強烈建議大家設定 SSH 版本2，因為第一版有安全漏洞㗎。搞掂晒。而家喺另一部機打 SSL admin 加 IP 地址就連到啦。無論係考試定係實際做嘢，用 SSH 都係標準嘅做法嚟㗎。Telnet 只有喺冇得揀嗰陣先用，記住啦，永遠優先用 SSH。